駿馬迎春，紫荊賀歲。大家好，我係立法會主席李慧瓊，我代表立法會向全港市民同埋各位朋友拜年，送上新春祝福，春暖花開，萬象更新。祝願香港新一年好似駿馬一樣，充滿活力同希望。馬年係國家15+5規劃開局之年，我哋將馬上搭上國家發展嘅快車。立法會一定會助力特區政府，主動對接15+5規劃，更好融入國家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，共建香港美好家園，切實提升市民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。喺國家嘅關懷同支持底下，紫荊花必定綻放得更加燦爛。情暖香港，同心賀歲。我祝願國家富強昌盛，香港經濟騰飛，各位市民馬到功成。